我今日發言嘅主題係關注 AI 對文職人員就業影響，加強文職人員 AI 培訓與技能支援。現時資訊科技嘅快速發展，尤其 AI 技術嘅廣泛應用，對就業市場已經係產生咗顯著嘅影響。好多以前被視為鐵飯碗嘅職業，其穩定性已經係大不如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25年發布嘅一項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勞動世界嘅評估研究報告，全球25%嘅就業崗位係屬於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影響嘅職業，而喺呢個當中，文職工作面臨嘅風險係屬於最高嘅一群。AI 時代下，文職崗位將會面臨結構性嘅調整，部分重複性、程序性高嘅工種，或者逐步會被智能化取代。但係與此同時亦都會催生更加多嘅新型職位以及應用需求。現時本澳嘅文職人員正係面對住傳統行業轉型與 AI 技術發展帶嚟嘅雙重壓力。唔少嘅僱員對於未來職涯嘅發展係感到憂慮。部分係更加因為工作嘅壓力以及轉型方向不明朗而影響咗身心健康以及係家庭生活。科技嘅發展有佢嘅自身規律以及必然性，不以人嘅主觀意志為轉移。當今嘅世界正進入咗一個前所未有嘅大科技時代，越嚟越多嘅企業正係因應住人工智能嘅快速發展而朝住數字化方向轉型。未來嘅勞動力市場將會迎嚟廣泛嘅數字化，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必然嘅趨勢。本人呼籲文職人員應該要以積極嘅心態面對社會變革，理性看待 AI 技術應用，善用 AI 減輕重複性高嘅工作，將更加多嘅精力投放於技能提升以及自我增值，提升個人競爭力。與此同時，本人亦都提出以下3點建議，希望能夠協助文職人員盡快適應工作數字化轉型嘅需要，減少 AI 對就業嘅衝擊。第一， AI 已經係由概念逐步融入到我哋嘅日常工作當中，對於文職人員嘅技能係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未來文職工作嘅核心將會由重複執行轉向駕馭 AI， 由內容生成者逐步轉變為監督以及係分析嘅角色。本人建議政府、企業以及工會3方應該要加強社會對話，共同推動 AI 應用培訓，尤其係加強存在喺有較高應用風險行業嘅培訓，協助僱員適應新時代轉變，提升職業技能以及係就業嘅競爭力，推動文職人員向高質量就業以及專業化方向發展嘅同時，亦都係可以協助企業優化營運以及提高生產力。第二，15規劃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同埋治理能力嘅提升，促進生產方式深層次變革以及係生產力革命性躍遷。本澳要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透過結合本地獨特嘅優勢，推動 AI 嘅應用落地，將本澳打造成為 AI 應用型社會，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第三，15規劃提出加強數據基礎制度規則建設同埋人工智能治理，完善人工智能領域嘅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範、倫理準則。本人建議政府緊密對接國家15規劃，喺35規劃中亦都要因應澳門實際情況，加快制定本澳人工智能嘅應用指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 AI 技術喺本澳得以健康有序應用同埋發展。多謝。